4月20號嘅朋友生日快樂，祝你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認真、好有正義感嘅人，好中意鼓勵同埋支持你身邊嘅人，好中意幫手，令人覺得好可靠同埋好安心。所以好多人中意揾你傾偈啊，同埋咧你唔係好識 say no 嘅。工作方面咧，一啲簡單嘅工作啊，或者簡單指令嘅工作咧，就會比較適合你。太過複雜嘅話咧，好難去處理呢一啲咁樣嘅 data，比較介意人哋嘅睇法同埋評價，唔係好識得表達自己嘅諗法，所有嘢都係別人優先嘅。喺感情方面咧，你會比較內斂少少嘅，好介意對方嘅睇法啦，唔係好識得表達自己，同埋做唔到自己真正嘅自己啊。結咗婚之後咧，就以家庭為主，係對家庭好付出嘅一個人嚟嘅。而性嗰方面亦都係以配合對方為主。當對方咧可能想同你加深探討落去，點樣好啊？頭先 O 唔 OK 啊？你唔係好識得點樣表達翻俾對方知啊，令對方誤以為咧你對性冇興趣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咧，一啲靜態嘅工種咧會比較啱你少少嘅，會計啊、核數啊，同埋咧你好擅長觀察同埋聽人講嘢，又或者做一啲心靈嘅諮詢啊，一啲比較靜態少少嘅職業會啱你多少少。錢嘅話就平平啦，因為你唔係好中意亂使錢啊，你中意慳錢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愛自己啊，要關心自己多少少啦，好多嘅能量啊同埋愛咧擺翻落自己度，唔係所有嘢咧為人哋，人哋就會珍惜你噶。了解自己多啲，做多啲令自己開心嘅嘢啦。